行過尖沙咀廣東道，你有冇留意到一個好詭異嘅現象？周大福門口排晒隊，個個拎住紅色購物袋，笑到見牙唔見眼。轉個彎行入超市，貨架前面冷冷清清，收銀員阿姐望住空蕩蕩嘅輸送帶發呆。政府頭先公布咗2月份零售數字，珠寶鐘錶貴重禮品銷售同比暴升2.48%，但係超市貨品銷售得0.9%，食品煙酒仲要倒跌0.3%。睇落去好似香港消費回暖，但係呢啲數字擺埋一齊，你會發覺根本唔係消費回雷啦，而係消費撕裂咗。今日我哋就深度拆解，點解有人喺金店掃貨買金條，有人喺屋企計住點樣將500蚊送錢撐足一個禮拜，點解個消費市場會變成兩極化咁樣嘅格局，背後折射出香港人乜嘢樣嘅生存焦慮，而呢種焦慮又點樣改變咗成個城市嘅商業生態。企喺周大福門口望落去，排隊嘅有內地旅客，但其實好多係本地人。佢哋唔係買鑽戒俾老婆慶祝結婚周年紀念，而係一格格咁買9999金條。隔籬個後生仔問銷售員：而家金價幾多？聽到報價之後冇講價，直接拍卡。呢啲人唔係土豪好多，係普通打工仔，月薪可能得2萬幾蚊。但係佢哋攞住年尾商量人工調整嗰筆錢，第一時間衝入金鋪。點解連普通市民都開始囤金？首先要講返金價點解會升。由2020年疫情爆發到而家全球央行為咗救經濟印銀紙印到飛起，美國聯儲局一輪又一輪量化寬鬆，歐洲日本長期負利率，大家手上啲紙幣越嚟越唔值錢。跟住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，歐美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，呢個動作令到全世界央行都驚，原來美元儲備可以話凍就凍。於是各國央行瘋狂買金，中國人民銀行連續10幾個月增持黃金儲備，印度、土耳其、波蘭都跟住買央行買金，推高咗金價。去年金價由每盎司1900幾美金升到而家超過2400美金，升幅超過25%。再講香港本地因素，港匯同美元掛鈎，美國加息，香港被迫跟加。但係香港經濟復甦慢過美國，結果就係高息環境壓住晒樓市同股市。普通市民睇住股票賬戶蝕錢，睇住樓價跌，睇住銀行定期利息開始回落，手上啲錢好似水咁流走。另一層焦慮係地緣政治，中美關係未見好轉，台海局勢緊張，大家心知肚明，香港處於風眼位置。呢啲因素加埋一齊，逼到普通市民都要諗，我啲錢擺邊度先安全？於是好多香港人得出同一個答案：買金。因為金唔會貶值，唔會倒閉，唔會俾政府凍結，戰亂都可以揸住走。以前覺得買金係老一輩嘅保守思維，而家後生仔都明白，寧要黃金1兩，唔要紙幣1000斤呢個道理。周大福、周生生嘅銷售員同我講，而家好多客人都直接問有冇金條買，唔要首飾，要投資金。呢啲人買金唔係為咗靚，而係為咗喺不確定嘅年代俾自己留條後路。呢種心態反映出一個冰冷嘅事實。香港人對未來失去信心，連消費都帶住避險思維。但係同一時間，超市入面係另一幅光景。行入百佳或者惠康，你會見到好多貨架前面貼住黃色特價標籤，雞翼60蚊一盒，打完折45蚊。日本米由150蚊減到120蚊。但係推住購物車嘅人冇以前咁多，好多人拎住籃仔買少少餸就走。收銀處個師奶拎住張500蚊紙俾錢，買咗啲菜、1包米、2支豉油，埋單380蚊。佢望住找翻嚟嘅120蚊，面口凝重。點解超市生意會咁差？點解連食品煙酒都跌0.3%噃？表面上睇，香港失業率得2.9%，政府話經濟復甦、旅客回歸，一切好似翻正軌。但係數字背後有好多細節。首先講通脹。
雖然整體通脹率得2.3%，但係食品價格升幅一直高過整體通脹。鮮魚升咗8%，雞肉升咗6%，蔬菜升咗5%。呢啲係市民每日都要買嘅嘢。跟住講，人工雖然話失業率低，但係好多人做緊嘅係兼職、臨時工或者人工凍結咗幾年冇加過。根據統計處數字，2019到2024年扣除通脹之後嘅實質工資中位數基本冇升過，即係話名義上你仲做緊嗰份工，但係購買力其實跌咗。再講樓，按負擔好多中產供緊樓，息口由疫情時期嘅1厘幾升到而家10厘幾，每個月供樓多咗幾千蚊，呢筆錢就要由日常開支度扣。另一層壓力係子女教育。疫情之後，好多家長發現香港教育制度問題多，開始諗移民或者送仔女出國讀書，於是要儲錢。呢啲因素加埋一齊，逼到普通家庭要勒緊褲頭。送錢由以前一日150蚊減到100蚊，能夠唔買嘅就唔買，能夠揀平嘅就揀平。於是超市變成咗價格戰場。你睇當期同一田入嚟之後，平價形象吸引晒一班精打細算嘅師奶。傳統超市為咗保住客源，要不停做特價推廣，但係利潤越嚟越薄。有啲屋邨超市開始執笠，因為發現服務緊嘅客群消費力萎縮咗。仲有一個趨勢係市民開始轉去街市網上平台買餸，超市唔再係唯一選擇。呢種消費降級唔係話香港人變咗孤寒，而係現實逼佢哋要精打細算。同買金嗰班人比較，呢班人手上可能連幾萬蚊都冇。佢哋擔心嘅唔係資產保值，而係下個月交唔交到租仔女學費夠唔夠。呢種撕裂就係香港而家嘅真實面貌。有錢嘅諗住點樣守住財富，冇錢嘅諗住點樣撐落去。但係你可能會問，除咗金鋪同超市，第啲行業又點？睇返政府數字，藥物及化妝品銷貨價值升咗10%，北服裝升咗65%，百貨公司貨品升咗82%。咦，聽落去消費都幾好喎。但係呢度要拆解個迷思，藥物、化妝品升好，大部分係內地旅客貢獻，佢哋嚟香港掃貨。因為匯率關係，加上香港行貨信心保證，買化妝品、奶粉、保健品抵過返內地買服裝同百貨公司升，同樣係受惠於旅客消費。特別係農曆新年前後，內地客嚟港辦年貨，推高咗銷售。但係本地消費點，你行入銅鑼灣嗰啲商場，好多鋪頭門口企住銷售員，苦口婆心拉客，店內顧客疏疏落落。利苑、時代廣場嘅名牌店，見到內地客先至有生意做，本地客行過望兩眼就走。點解？因為本地消費者心態變咗。以前香港人中意消費，出糧就去 shopping 睇戲食飯，享受生活。而家好多人消費之前要諗三諗，呢樣嘢係咪必須？買咗之後會唔會後悔？呢種消費焦慮背後係對未來嘅不確定。疫情3年，好多人失過業、減過薪，被逼放無薪假，嗰種驚慌感仲未散。跟住睇住美國加息、樓市下跌、股市波動，更加唔敢亂使錢。仲有一樣嘢好少人講，就係香港人開始習慣咗北上消費。週末過深圳，剪頭髮平一半，按摩平2/3，食飯平又抵食。以前要喺香港解決嘅消費需求，而家可以留返去深圳先去做。呢個趨勢令到香港本地零售業雪上加霜，因為流失咗一班消費力唔低嘅中產客。所以表面上睇某啲零售類別升咗，但係深入分析就知道本地消費其實好虛弱，全靠旅客撐場。而旅客消費集中喺金鋪、化妝品、名牌，對普通小商戶幫助唔大。你睇下茶餐廳、士多、屋邨小店生意冇以前咁好，好多老闆都話而家做得辛苦，利潤薄到冇肉食。呢種結構性矛盾折射出香港經濟轉型嘅困境。我哋太依賴旅客，但係本地消費力萎縮，長遠嚟講好危險。講返金鋪同超市嘅對比，
其實仲有第三個維度值得留意，就係投資產品銷售，銀行理財產品、基金、債券呢啲嘢銷情點？根據金管局數字，港人存款持續增加，但係投資意欲唔高，好多人將錢擺喺銀行定期或者貨幣基金，求其穩陣，唔好蝕。股市成交淡靜，好多散戶離場，因為睇唔到前景。樓市都係，二手成交量低迷，好多業主寧願減價都想套現離場。呢啲現象加埋一齊，反映出一個核心問題：香港人對本地資產失去信心，對未來失去想象。以前香港人相信努力就有回報，相信樓升股升，相信呢個城市會越嚟越好。而家好多人開始懷疑，我仲可唔可以靠自己努力改善生活？我啲儲蓄會唔會因為通脹或者金融危機化為烏有？我仔女喺香港仲有冇前途？呢種信心危機先至係最恐怖嘅嘢，因為當人失去信心，就會進入防守模式，唔敢消費，唔敢投資，唔敢生仔。你睇出生率跌到咁低，結婚率都跌，其實就係因為大家對未來唔樂觀。金鋪排隊同超市冷清，本質上係同一個故事嘅兩面，大家都唔信未來會更好，所以有錢嘅買金避險，冇錢嘅勒緊褲頭。呢個現象同1997年金融風暴前好唔同，當年雖然都有好唔放，但係大家相信香港回歸之後會有新機遇，相信國家會支持香港。而家大家已經經歷過沙士、金融海嘯、反修例、疫情，一次又一次嘅衝擊，令到港人變得犬儒，唔再相信乜嘢大論述，只係諗住點樣自保。政府當然見到呢個問題，所以不斷推出刺激消費嘅措施，派消費券、搞旅遊推廣、辦盛事活動。但係呢啲措施只係治標唔治本。消費券派咗之後，大家攞咗去交水電費、買日用品，對提振消費幫助有限。旅遊推廣吸引到內地客，但係本地客繼續北上。盛事活動搞完之後，商戶發現人流回落返原狀。點解？因為核心問題冇解決，就係港人對未來冇信心，擔心飯碗唔穩，擔心資產縮水，擔心生活質素下降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唔係派錢或者搞活動咁簡單，而係要重建信心，等大家相信香港仲有前景，相信努力會有回報。點樣重建？首先要穩住樓市，因為樓係好多港人最大嘅資產，樓價跌咗，財富就縮水，信心就受打擊。但係而家政府兩難，托樓價怕泡沫，唔托又怕民怨，跟住要穩就業，特別係中產專業職位。疫情之後，好多公司裁員或者將職位搬去內地，令到本地中產好驚。政府要諗辦法留住企業，吸引投資，創造優質工作。仲有就係要改善民生，特別係住屋、教育、醫療呢啲核心問題。如果市民住得舒適啲，仔女讀書有希望啲睇病唔使等咁耐，自然會對生活有信心，願意消費。但係呢啲都係講就容易做就難嘅嘢。香港而家面對嘅挑戰好複雜，外圍有中美角力、息口波動、地緣政治風險，內部有人口老化、產業空心化、貧富懸殊。政府就算想做嘢，都要面對各種掣肘。所以短期內金鋪排隊、超市冷清呢個現象應該會持續，甚至可能會惡化。如果美國經濟衰退或者地緣局勢惡化，香港人會更加恐慌，更加狂買金，更加勒緊褲頭。呢個消費撕裂反映出香港社會嘅深層矛盾。我哋號稱國際金融中心，但係普通市民生活壓力越嚟越大。我哋講融入大灣區，但係好多港人寧願北上消費，都唔願意留喺本地使錢。我哋話吸引人才，但係本地年輕人睇唔到上流機會。呢啲矛盾如果唔解決，香港只會繼續分化。一小撮有錢人繼續買金買樓，大部分人繼續勒緊褲頭捱世界。或者你會問，咁移民潮有冇影響？當然有。過去幾年好多中產家庭離開咗香港，佢哋帶走咗購買力、
帶走咗消費意欲，留低嘅人見到身邊朋友一個個走，心裏面都會喐動，我係咪都應該走？即使最後決定留低，都會更加小心翼翼，更加唔敢大灑金錢。呢種集體焦慮彌漫喺成個社會，反映喺消費數字上面，就係金鋪爆滿，超市冷清，本地消費疲弱。仲有一樣嘢好少人留意，就係消費習慣嘅代際差異。老一輩香港人經歷過艱苦日子，本身就節儉，而家見到經濟不穩，更加唔敢使錢。但係後生一代其實消費意欲唔低，佢哋中意去日本、韓國旅行，中意買潮牌、打機、睇演唱會。問題係佢哋收入追唔上物價，租金貴，人工低，剩翻嚟嘅錢唔多，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吊詭現象：後生仔願意課金買手遊、買演唱會門票，但係去超市會格價，會揀特價貨。佢哋唔係唔願意消費，而係要將有限嘅錢用喺自己覺得值得嘅地方。呢種消費觀反映出佢哋對生活嘅無奈。既然上唔到車就買唔到樓，不如及時行樂，享受當下。所以當你見到珠寶鐘錶銷售升25%，超市銷售得0.9%嘅時候，唔好以為香港消費回嚟啦。真相係消費兩極化。有人買金避險，有人壓縮日常開支，有人北上消費，有人及時行樂。每個人都喺用自己嘅方式應對不確定嘅未來。呢種撕裂唔會喺短期內消失，因為背後嘅結構性問題冇咁快解決。行返出廣東道，金鋪門口繼續排隊，超市入面繼續冷清。呢個對比就好似一面鏡，照出香港而家嘅真實處境。表面光鮮，內裏焦慮。我哋可以繼續自我安慰，話經濟復甦、旅客回歸，但係如果唔正視本地消費疲弱、市民信心不足呢個核心問題，香港只會繼續畸形發展。有錢人繼續有錢，但係基層同中產繼續受壓，社會繼續撕裂，消費繼續兩極化。到最後呢個城市會變成一個有錢人嘅遊樂場，普通人嘅煉獄。或者你會話我講得太負面，但係數字擺喺度，金鋪爆、超市冷、北上潮、移民潮，呢啲都係客觀事實。作為普通市民，我哋可以做嘅就係認清現實，然後因應自己嘅處境做出最好嘅選擇。如果你有閒錢，買啲金旁身都冇壞；如果你手頭緊，就要更加精打細算，唔好亂使錢。如果你仲後生，就要諗清楚自己嘅職業規劃，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。如果你有仔女，就要為佢哋嘅將來打算，唔好盲目樂觀。最重要係保持清醒，唔好俾官方宣傳或者傳媒報道蒙蔽。當政府話經濟復甦，你要睇下自己銀行戶口係咪真係多咗錢。當傳媒話消費暢旺，你要睇下身邊朋友係咪真係使得好啲。當專家話樓市見底，你要諗下自己供唔供得起先好入市。呢個年代只有自己對自己負責，冇人會為你嘅決定埋單。金鋪排隊，超市冷清，呢個現象背後藏住好多故事，每個故事都關乎一個普通香港人嘅生活同未來。我哋今日拆解嘅唔單止係零售數字，而係香港人嘅生存狀態。希望今次嘅分析令到大家對自己嘅處境有更清晰嘅認識，知道點樣喺亂世中自保。你呢？你有冇留意到身邊呢種消費兩極化嘅現象？你自己嘅消費習慣喺過去幾年有冇改變？係咪都開始精打細算，定係反而願意消費享受人生？留言同我哋分享下你嘅觀察同睇法，等大家一齊傾下香港而家嘅真實處境。多謝大家收睇今集，下次再見。記住，亂世中保持清醒，先係最重要嘅生存技能。